宜兰有一个23岁少年家肖仁明，为高中开始学做翻糖鸡卵糕。伊甲宜兰的各大庙事经过一逝了后，伫今年初完成歌戏台鸡卵糕，就摕这个作品去参加泰国极限总谱的比赛，结果得大奖咯，摕到银牌。 歌戏班的人员伫舞台顶咧表演，若想要冻结此刻的水，就来看用翻糖鸡卵糕做出来的艺术品。将花草真复杂的庙的龙条、野金粉，还有戏班人员伫后台化妆，真逼真的模样。宜兰青年肖仁明，伊做出传统戏曲的样貌，以台湾传统之美为名的作品，参加年度泰国极限多子挑战赛，甲台湾、新加坡、巴基斯坦等13个国家，总共1000名总破赛来比赛，得到银牌。 可以让国外的人，然后认识台湾的一些文化，也可以让我们这一代年轻人，就是更知道传统的歌仔戏的一些故事。你要付出你的时间，所以你必须把时间拿出来，我才愿意让你进来培训。眼前会使这戏台，敢若制作期都用4个月，开3万几块。制作的过程受到环境温度、湿度影响，会乎糖扬去，无法度成型。 跟做粘土其实不一样，因为粘土可以做到栩栩如生，可以做到很精致。那翻糖的话，要做到很精致，其实不容易。来自五吉乡的肖仁明，高中开始就咧做翻糖鸡卵糕的创作。今年为餐饮管理学系毕业后，跨领域去学设计。伊愿意用时间去拼出好成绩，拢是因为细汉的时对歌戏文化的热爱，更加想要让更较侪人了解台湾传统文化的水。